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后生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本土病例有45081个，另外高雄有一个婴儿快筛阳性，身躯边的人拢是 PCR 阴性，目前正在走出感染源。美国这礼拜可能会升基准利率，咱的央行敢会对你来调升1%呢？这对买厝贷款的人负担恐怕搁再增加。克里布地系创办人艺术黄文德已经过身，食到66岁，这个消息传出来，外界拢真唔甘。国内伫今仔日的本土病例来到45081个，中重症患者有378个，死亡个案109个。虽然这疫情有小可伫咧降，不过指挥中心嘛讲，当咧带病入境的旅客当中验到 Omicron 新变种病毒，出现BA.4、BA.5这两种，而且也强调讲，若准这病毒拖到社区去，恐怕会造成重复感染。新冠本土疫情有持续转好，13摆新增加45081个本土病例，无任何县市确诊病例超过1万人。目前高雄市增加7000多例，占上济，过来是台中市6000多例，新北市5000多例，台北市是降到3000多例。因那中重症是新增加378例，死亡的有109例，未发病到死亡中位数是7天。有31位就占30%是在发病3天内死亡的那个比例已经有比先前又在降低。那目前发病到死亡间距的中位数在这个103位当中是中位数是7天。虽然无新增加儿童死亡的病例，不过有一个儿童重症的个案，是一个2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6月初因为发烧咳嗽，去诊所做快筛阳性确诊，隔顿刚出现下肢颤抖等等的症状，因为喘气有困难，送去急诊插管，用呼吸器甲药治疗，加在病情有控制掉咧。目前呼吸器已经拔掉啊，还阁伫咧大院观察当中。这一例小朋友目前是我们第5例的这个染疫之后哮吼重症的个案那目前的状况是已经改善，移除呼吸器。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上新病毒基因的定数，头一届伫咧带病入境的个案内底，验出 Omicron 新的变种病毒，有一个为着 BA.4 的病毒，另外4个是 BA.5的病毒，拢伫咧边境验出来，所以对社区的影响无大。不过，指挥中心警告，若是社区流行这种新的变种病毒，中复感染的几率会提悬。这2个新的变异株呢，有较高的传染力，以及有这个免疫逃脱的特性所以，对于曾经染疫过或者是曾经接种过疫苗的人来讲他还是有这个再度感染或者是再度被传染到的这种可能性根据上新的统计，6都的确诊率目前上悬的还是新北市18.26，过来是桃园市甲台北市。不过，整体疫情有持续伫咧转好，因那中南部还阁伫咧高原期，为着防止长照机构发生群组感染，指挥中心嘛宣布，为即嘛开始到7月底。大小型的机构都一定期做公费快筛，内底的座面是1礼拜做2届，因那工作人员是1礼拜至少爱做1届快筛。另外，若是已经确诊复原的人，3个月内是免做体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出世1礼拜外婴仔，当转去这个产后护理之家的时阵，刷快筛阳性。不过，这个囡仔的老爸老母甲病因真悬，甚至是这清洁真悬的，拢是 PCR 阴性的。目前也当咧走出讲，伊的感染源是对倒来。另外，伫台南有一个2岁囡仔确诊，是出现发烧佮喘症头，伊的老爸呢是赶紧甲囡仔载咧，走去警察局讨救兵，请这警察来开路，落尾是顺利甲囡仔送到病院。着急的老爸车拢还未停好，人就冲入派出所。伊甲警方讲，家己2岁后生确诊新冠肺炎，烧到39度，也真喘，要有救菌的状况。警方一听，确认普要到台南的奇美病院了后，赶紧到3工来开刀。30分钟的车程，10分钟就到位啊！也互这个囡仔老爸真感谢警方的协助。全即放下手边工作，驾驶请用巡逻车，沿路开启警示灯及鸣笛开道。另外，高雄有一个出事1礼拜外查甫婴仔，在下晡转往别院的产后护理之家时，检测是阳性确诊。不过，这个囡仔对出事到离开病院，拢只是伫咧婴儿室，也无甲爸母同一房间。另外，因爸母也阁接触囡仔的病院工作人员，包含出入婴儿室的清洁人员，PCR 拢是阴性。病院即阵也伫咧调查感染源到底是对倒位来。目前的传染途径，我们也都还在厘清，因为全部的有可能接触的工作人员，我们都第一时间做快筛加 PCR 都是阴性。
市府讲，可能出入英利息，也有接触过这个囡仔的39位工作人员 PCR 拢是阴性，虽然特定接触风险也是划着路径，不过以接触者拢阴性的结果来看，可能性无悬，会经由疫情调查来找感染源。各种的可能性，那当然我们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这里根据专业还有相关的疫调，好，那医院这一部分也很积极的在协助我们理清这个部分哈，那我们会尽快的进行相关的调查。囡仔住伫个高医的加护病房，伫团队照顾之下，无特别的各样。也过贵阳疫情继续伫高原期，13日间确诊数7184例，全台上悬。其中0岁到4岁囡仔疫情盛行率14.3%，市府检判是这年龄层的囡仔无做疫苗，太互大人话着，提醒照顾人爱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讲，这囡仔注新冠疫苗时间缩短到当4礼拜。台北市决定6月18开始要做囡仔注第2档的规划，其他县市也开始有动作咯。另外，也有人在咧问讲，这确诊了后，搁要当3个月才当注疫苗，这时间敢唔当缩较短咧？指挥中心表示，感染了后自然有保护力，这甲注疫苗是无共款的。疫情也伫咧拖，爸母赶紧带囡仔注射疫苗，希望增强保护力。指挥中心决议5岁到11岁儿童疫苗加时间缩短为4礼拜到8礼拜，代表上紧6月下旬就使注射第2档。台北市已经规划所来2个拜六永在内湖、景美，也有西门甲文化国小注射头1档甲第2档莫德纳以及头1档的 BNT 疫苗。6月27到7月初以及5天会在学校注射第2档的 BNT 甲莫德纳疫苗。第2阶段就会进到学校去做整个第2剂的接种，时间大概在6月底7月初就是放假前那5天。说如果可以的话，让那些没有施打的小朋友还是回到学校来施打。是说各区我们不要拉那么远，譬如说士林区有士林区的地方，北投区有北投区的地方，然后有可以一起施打，这样子可能会比较要有一个良好的配套了。台北市表示，也未付注射的囡仔，除了已经有疫苗有约平台，也是便宜的门诊去数，也看政府安排到校园去注射。另外，新北市方面也安排到学校去注射。大型学校不排除入校施打以外，我们一些中小型学校，我们有9大区，我们会用分区集中施打的方式，我们会双轨同步都在思考规划。高雄市规划伫学校注射，台中市也安排到学校医疗院所加大型的注射站注射第2档的儿童疫苗。各界也关心囡仔为着了后，各注疫苗等待期3个月，是不是会使缩短？感染之后，他身体都会产生一些自然的保护力。那你太早打之后，太早打这个疫苗，那对于这个身体产生的这个疫苗的保护力反而是有害哈。所以这个跟缩短2剂的间隔，其实这是不同的一个理由。指挥中心讲，伤早注射疫苗，恐惊对为着囡仔的保护力有害，所以讲无度比较一般的囡仔缩短2剂相隔时间。这种辉瑞儿童疫苗大约还剩33万剂，后续110万剂已经在安排飞机航班。指挥中心讲，希望赶在第2剂注射前到会。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对10月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居家检疫改做是3天居家检疫加4天的自主防疫。入境的人数也开始有限制，初期是1礼拜限制25000人入境。这3加4敢有机会改做是0加7的。指挥中心表示，会看3加4的效果，随时来做调整。穿防护衣、挂面罩、喙暗手套，双手拿告示牌，互拄啊落飞机的乘客会当清楚每一条路线。这是特技公司所进行的实际模拟演练，因为6月15开始，旅客当来这转机。若是乘客想要买免税商品，要由免税业者配送。恢复转机的部分，要会同航空公司、商店业者、免税店业者，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一项作业。我们还有1天多的时间，可以对于转机的作业做最后的调整。除了会当予旅客转机，指挥中心15 0点开始放宽入境居家检疫天数，为即卖的7加7改做3加4。入境原来会有总量管制，初期先限每礼拜2.5万人。入境总量来做处理，台湾不是第一个国家啦。那个澳洲已经是实行2年多，日本也是用总量来做处理。目前1周入境的人数大约在18000，我们也考量在机场
做深喉唾液的裁剪的时候的量的。做综合考量。不过新规定并无包含旅行社组团国际客来台观光，对这代志，上总理事长柯书甫认为，缩短检疫天数对国内观光业者来讲，其实无任何加分的作用。不开放又不行，要开放，所以就是在那边上上下下了。我是觉得，你假使有心真的是开放，变成0+7的话。那事实上，对国内的这个整个产业的复苏才是实质有帮助了。因为我们现在疫情还是在高原期啊，那现在的策略是这个逐渐放宽，所以想说我们观光业不用太急哈，先用现在的我们的振兴的这些预算哈，先做一些好的流程跟服务，稍等一下。外团领做3+4执行顺利，1个月后有希望，看是不是会当放年到0+7。对这代志，只有中心表示，会先看3+4的成果，同时也会掌握国际疫情以及国内社区稳定这因素做综合判断，随时针对边境管理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对一个布袋戏家族开始的一个霹雳布袋戏创办人黄文德，长别世啊，伊食到66岁。黄文德是霹雳布袋戏内面4000怪角色的配音员，伊正特殊的声线，互布袋戏变更较好看。伊这个过身的消息传出来，外界拢真唔甘。本性宛如转都是转型，老有心思做满，将那父母换变天。霹雳布袋戏经典甲色素环境的口碑，就是由艺师黄文德配音。12暗时过身，享受66岁的黄文德，是5家布袋戏家族第4代成员。伊因为声音多变，霹雳布袋戏30几年以来，伊配音的角色有4000多个，业界尊称百音在主。霹雳系列里面的角色全部都算了，包括路人甲、路人乙都是。一般人配金龟声，他可能是用一个鼻音，就是说，阴奇人，我跟你讲，招去到位。那其实，文哲大师他的金龟声的鼻音是从鼻孔这边直接出来的，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用，哎呦，阴奇人，你怎么招去到位？比拼过去由黄文德一个人包办侪角色的配音，霹雳即摆已经成立配音的团队，那培养新一代的配音员，嘛是咧找出一条传承布袋戏的路。新的这些优秀的配音员，一直每天其实你们看不到而已，他们每天都在磨练当然，观众大家用以接受度了哈，难免有一点刚刚怪怪的哈。其实你要想说。这个东西如果要100年传承啊，一直传下去的话，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做改变啦。黄文德过身的消息传出，真侪戏迷拢伫霹雳布袋戏的面前表达唔甘。霹雳国际多媒体表示，因为疫情期间，黄文德的后事会简单举办，落尾会阁举办相关纪念展览，予各方戏迷来对书。记者郭文长随综合报道。伫台中清水有一间货柜场，今早起10点的时阵，一台地沟机咧甲这个货柜吐罐的时阵，规支管线向断去，也因为这规支管倒向后壁，当场甲驾驶咧来甲吊死。台中市路检处到现场了后，有查到违反这案法的事项，也已经要求业者就要停工改善，另外也会开一张3万到30万的罚单。大机体锅规个焊伫地沟机顶悬，驾驶座规个底歹去。虽然业者赶紧通报救援，不过当时2支操作地沟机4吨的驾驶焊一个煞当场无性命迹象。驾驶对讲机因不明原因吊背架轴里断裂，导致吊背架后仰压制驾驶舱，驾驶陈姓男子来不及逃离，被吊背架压到，经消防队到场抢救。确定无生命迹象。13早起10点左右，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的这间货柜场发生工案意外。当时4吨的驾驶当伫操作大型货柜地沟机，好亲像插货的铁机啊，规个车身断去才倒来，规个焊伫驾驶座规个底歹去。4吨的驾驶走袂赴煞地着。业者讲，每一台地沟机会当承受12吨的重量。4吨的驾驶有真侪年的经验，事故原因还阁查。警方已经通报路检处，要调查业者是不是有疏失。发现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部分，将会裁处3到30万元不等的罚款。那现场也给予停工改善。
台中市劳检处表示，拘捕了后立刻派员实施检查，发现业者有违反职安法的情形，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后续业者必须要提出改善计划，个审核通过才会当复工，嘛要求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降低意外发生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枪击问题是真严重。美国有一位这个参议员组成下党派小组，第12提出一项法案，按算要针对21岁以下买枪的民众做更较严格调查，扩大来抓非法枪支买卖行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肯定，不过伊认为讲这日头报告应该要提出更较全面的改革法案。20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一个跨党派小组。12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将会提出一项常识性跨党派法案，来保护美国的儿童，保障学校的安全，并且减少国内暴力的威胁。这项阻止枪击暴力的法案得到反枪团体支持，并且强调，这是一个过去30年的法案架构内面唔捌看过。It's significant not only because of how this can have a real impact in lives, but to me it feels like a moment in time. And a sign of things to come, right? This is sort of testing ground that we can pass bipartisan gun laws and the sky won't fall. And for all of those reasons, I think that this agreement is really important. 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顶礼拜才投票通过一系列规范枪支销售的措施。本来就是讲会伫咧参议院卡关，不过无想讲，伫即马这种法案有10位共和党的参议员支持。根据 BBC 报道。这项法案针对21岁以下的买枪的人进行更加严格的背景调查，增加各州的资源，以防止武器走到有风险的人的手内，也有查缉非法的卖枪。民众大声喊口号反枪，美国各地顶礼拜六有几多场反枪的集会，几多万的民众上街头，希望政治人物对枪击暴力提出作为。对有参议提出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俄罗这是重要的一步。不过伊也强调，这款措施是也无到伊所要求的改革幅度。参议两党的领袖拢对这项法案正乐观，因为得到10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也代表这项法案有够的票数伫咧参议院通过。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过去其实一个外月以来，天主教教宗彭济哥因为伊脚头附近大长期的问题，伫几落摆出席公共场所时阵，拢需要坐轮椅。伊伫12日宣布讲，要甲这月初本地要访问非洲的行程，搁再延后，互外界拢认为讲伊的健康出问题，也关注讲伊敢会亲像前一位教宗同款，落尾辞掉职务咧。徛伫头仔门边，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临终来宣布，对7月初2到初7的非洲访问行程要无限期来延期，感觉真遗憾。Desidero rivolgermi alle popolazioni e alle autorità della Repubblica Democratica del Congo e del Sud Sudan. Carissimi, con grande dispiacere, a causa dei problemi alla gamba, ho dovuto rinviare la mia visita nei vostri paesi, programmata per i primi giorni di luglio. 85岁教宗方济各顶个月在一场公开活动，就因为脚头骨的问题爱坐轮椅。过去1个月来，包含1个月初5主持5孙节弥撒，也有在伊伫梵蒂冈接见意大利军人时，拢是坐轮椅出现在公众场合。伊捌伫5月接受意大利版邮报访问时，讲到家己的脚头附近勒断去。不过1年前，因为大肠发炎进行部分肠仔切除的手术，进行全身的麻醉了后出现问题，互伊对脚头附近勒断去的状况，拒绝用手术来治疗，而是改做物理的治疗。每礼拜拢接受几摆药物的注射，希望在7月底出访加拿大甲9月初的哈萨克访问行程时，会用恢复一寡，希望会使小可会行。Questa gamba non va bene, non funziona. E il medico mi ha detto di non camminare. A me piace andare, ma questa volta devo vedere il medico. 方济各进前捌宣布，要在8月27召开书记主教会议，选出21个新的书记主教，其中16个书记主教也无到80岁，因为这新的书记主教用伫3股教宗的秘密会议中投票选出新教宗，引发外界关心，是不是方济各伫为身体状况无好做请示前的准备？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
世界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毋过却开始欠工啊！亲像西班牙近日即观光大过，餐饮旅馆业者的服务生可能会欠5万人，马来西亚也欠120万的移工。另外，这重要的棕树油产业，这产量恐惊也受到影响。马来西亚是世界第2大棕榈油的生产国，规片看去，树仔顶的籽是生甲日，原地拢是靠1年移工咧斗收成。不过因为即马真欠骹手，收成的频率甲产量拢比进前是差真济。Dulu boleh harvest sebulan 2 kali, sekarang dah jadi cycle 21 hari dan sebulan sekali. Jadi percentage tu dah kurang 30% ke 40%. Masalah kerja ya penatlah seorang sekarang kurang tada kawan, sekarang kerja 1 orang saja. 每一粒棕榈果有甲25公斤，若要收成是无甲轻巧。过去2年新冠疫情致使移工冻结，即马规片的园仔内底敢若剩1个移工，就算前透早做甲日头落山，佮兼加班嘛无够。每一个月收成是比永过减50吨。即马疫情过了后，需求直头增加，马来西亚欠骹手的问题，逐工拢伫恶化。根据政府的统计，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甲科技业至少欠120万人。虽然当局2月份解禁1年甲免加拉的移工，不过劳权谈判甲官僚的流程废气废达。要求业者是心肝火大，经济专家嘛警告，若管咧落去，会甲全球供应链中断，商品起价出口的商机受伤心。MPOC already said that planters may reduce their earnings from 5 to 10% further. So, compounding that with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not being able to cater to global demand, missing out even on the export ban that Indonesia has, I think this could exacerbate even further the amount of revenue that Malaysia is missing out. 马来西亚等无移工，即马当要进入热人旅游大国的西班牙，观光业嘛面临欠骹手的大问题。海沙堡甲附近的餐厅，尤其是差，不过服务生煞是真欠缺。因为疫情过了后，真侪人决定要放弃这种无稳定佮无自由的服务业。He decidido dejar la hostelería principalmente por la precarización laboral y por el tipo de relación laboral que se da entre el empleador. Laboral con la vida familiar. Entonces mucha gente no quiere trabajar ya no quiere ser un esclavo de lo que es la hostelería. 根据当地餐饮旅游协会统计，过去到热人的大月，西班牙餐饮旅宿业会需要另外搁请10万的临时的卡手。即马差不多一半会无人，虽然应该合理提悬薪水，啥人来应工课，不过疫情过了后，真侪企业还未恢复，嘛面临超悬通货膨胀的压力，若要大幅度来提悬薪水，实在是真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国联准会伫14、15要调开政策会议，市场拢认为这个月会调悬基准利率2%到3%。学者也预测讲，咱的央行拜四调开理监事会也会对咧调整，可能是调至0.5%到1%。这若准调落去，对一寡买厝贷款的人负担会变搁较大。受到这款可能的调整的影响，台股捌达400点，不过落尾收伫16070点。一码看起来是基本款。中银行伫今年3月相关利息一码，学者讲还佫会相关利息。6月16，这礼拜四理监事会除了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主要是美国大幅度相关利息，代表甲美金的利差袂使差伤济。联准会这一次也要压抑通膨，所以我觉得它的升息的空间，我觉得2码看起来跑不掉。那这样又会加剧台美利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央行这一次在整个的升息的立场，我就会比较鹰派一点。学者表示，这礼拜是超级央行周，美国联准会先上场，外界预测也是强势相关利息，幅度可能是2至3码。所以央行调开理监事会，美国相关利息的幅度也是参考的指标。不过学者是讲，上济升1码，影响的族群有限。目前的利率都还在2% 以下，整体来讲对消费的压抑力道差异性不会太大，房贷族为主啦，很少说真的，我平常日常消费我真的会去贷款做消费。相关利息的因素，顶礼拜5美国大落13大股一个开盘立刻反应，嘛大落400点，面临16000保卫战。不过中场也走掉16000，收伫1607070点，落389点，三大法人拢总未超503.9亿。卖压都是来自于电子金融、选择性的股票，和外资的一个操作今天恐怕会大幅调节台股。短线来看的话，还没有止跌的一个讯号。学者预测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落伫3字头，物价压力也是真大，佮加上美国大幅度相关利息，今年央行相关利息恐惊会佮调整。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最近这日票一直咧落，换台票汇率出现0.2209块，是这25年来上界嘅纪录。就日本的电商平台伫咧推销讲，有一寡商品若甲买落去，算起来大约是拍对折，吸引消费者去交关。不过这日票一直咧落，也互日本政府是真烦恼，恐惊会做出一寡政策性改变。安定的に推移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が、最近の為替市場では急速な円安の進行が見られ、憂慮をしています。政府としては日本銀行と緊密に連携をしつつ。日本持续大浪，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商业普伊公开表达关心，不过嘛无明讲是不是会出手干涉，阻止继续落价。最大的出口国是中国，那一旦你日中的一个关系不佳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你的贸易账要把它变成顺差也很难，还是会困扰着日元相对去走贬。观察台票下晡4点10分了后，日币兑换美金的汇率来到134.50日元兑1美金，也是创下20年来新低。日币兑换台票的部分是1比0.2209块，主要是台票兑换美金报1.58角，维持伫0.22，是25年来上俗的绩效。日本跨境网购电商表示，因为日币一直保起，最近业绩成长15%。像露营、帐篷、OK 睡袋，那钓具用品就钓竿、卷线器，还有这个汽车改装部品，像空力套件、铝圈，在日币贬值的时候，它在出价上面的意愿也会比较高。代购有时候你就可以找到5折、3折的东西，就是帮人家代购游戏啦，或一些小周边啦，跟以前汇率比较高比起来的话，大概单价可能就是便宜个500、600。不过，日本当地代购业者表示，即马日本通货膨胀真严重，唔是所有日本货拢会当扣到俗啊，尤其部分3C 电子商品价销调悬，货差颠倒假调。日本的进口的成本也提高了，它的任何的东西现在都是涨价。光是合利他命，你可能这个月买5000块日币好了，你可能再隔2天，它变成5500了。外汇分析师表示，虽然日本政府出来讲话，不过目前也看不到日元到底落到倒，为着出口的贸易竞争力，恐惊短时间未起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石斑出口，中国就占91%，即中国向大动禁止进口，伤害是真大。农委会表示讲，会继续和中国沟通，也会协助渔民养殖业者用冷冻包的方式找出新市场。就是龙胆石斑鱼肉，我们下锅让它先熬煮一下。加石斑落鼎，加一寡菇类虾啊做伙煮，真好食的虾汤就会当芳上岛。针对中国无意见封杀台湾石斑，饮食业者化危机为转机，加石斑做冷冻调理包，家己生产家己行销，给介绍，望个人会当介意。我们渔民也要自己走出另外一条路啦。那一直靠政府也不行啦。我们还是一直都是很坚强的活下去。我们养殖业者要走出自己的路。食一撮鲈鱼，搁配往来，会当讲滋味真下。中国去年禁止台湾往来了后，屏东县龙潭果菜生产合作社透过冷链技术推送往来鲈鱼汤、往来加汁饮这即食料理包，开创更侪商机。石斑嘛要安尼做，共创双赢。石斑鱼再延伸到，比如说像鸡汤、鱼汤这一类来讲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去怎样去制作，然后把价格再往下压一点，让大家更亲民。台湾有石斑王国的美名，根据渔业署的统计，去年石斑拢总出口6681吨，中国就占6121吨，占总体外销的91%。即马中国划停不准进口，不过今年还有3600吨爱销出去，让渔民真烦恼。农委会表示有信心协助渔民渡过这个难关。透过国内的行销，甚至冷冻加工，就是延缓上市的这样的一个措施，能够让我们的渔民能够顺利的把握他的一个收入。Our pineapples, wax apples, and sugar apples have all fallen victims of such blunt and unreasonable actions. 行政院政委郑振中12代表出席 WTO 部长会议，透过声明暗示中国不当封杀台湾农产品，要求必须确保所有的成员拢遵守规则，维护自由甲公平的贸易。农委会表示，中国也是有看不回，会持续沟通，有可能透过 WTO 的争议解决机制。记者综合报道。
自民党出身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敢会代替着民众党选台北市长呢？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就甲口说讲，政治人物的态度若准投机，会去互民众看罢下手。黄珊珊也回应讲，就要看是谁人规头壳拢是政党的利益。也若民进党会派啥人来选呢？而且卫福部长陈时中进前确诊目前正在休困，有一寡支持者认为，趁机会加休困，日后就当继续拼。对于崔安高这种拢是国民党的代表性、纳色的色地。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早起来到上山的晋安宫参拜，最近一直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互相伫批评，对着党籍问题算来算去，政治人物态度改来改去，会互民众看破卡手。政治人物的态度摇摆与投机，无法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其实才会被民众看破手脚。我觉得应该是说，看谁的脑袋里面只有政党利益吧。蒋万安无行温和的选战方法，一边批评黄珊珊，另外一边是批评卫福部长陈时中，讲伊防疫指挥无及格，尤其是对24小时黑化反应真顶火。另外，陈时中昨日检查阳性确诊，正伫伫厝隔离。传出民进党内仍系无放弃支持陈时中参选，也认为为着休困了后，拄好会使搁再来出发。包含总统跟我们也祝福他顺利，然后健康恢复之外，那也可以请他在这段时间里面的隔离时间，就好好休息一下，不可能有任何对于这个陈时中部长的选举上面的规划或去打扰他。疫情好歹牵动选举的布局，年底9号1大选即要到啊！国民党参选人已经开始伫走，民进党连选议员还未确定。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最近也一直伫面册提出政见，讲到首都治理的愿景，展现企图心，表示愿意参战。不过党中央依然无限底牌，党内竞争已经铺上台面。记者综合报道。两岁囡仔恩恩伊的死亡原因，敢是甲救护过程相牵连的？恩恩的爸爸目前正在追查，不过也发现讲新北市消防局的录音档文字说漏交一句，这句就是写讲无多派车爱通知192。恩恩的老爸是无多理解讲，别个官市拢是分别不清时阵，就直接派车去甲载。那为什么这新北市是袂当的？不过新北市消防局说回应讲，完全是依照中央指引。新北中和2岁查甫囡仔恩恩确诊过往，加上这支救护车慢81分钟才到位，地主去牵着送病院的时间引起社会关注。恩恩因老爸12半暝伫人面册发文表示，伫对对听消防局录音，甲拍做文字的笔记的时阵，发现有减关键的一句话，迄句话是无多派车爱通知192。伊认为讲真有可能会影响119，迄当阵接受处理恩恩送病院所有的判断。的确，那句话是遗漏在译文的。当时他们的援引的 SOP 就是，不管病患是昏迷或者意识不清，除了欧卡，他们一定要等到卫生局联系好医院。接收到卫生局的通知之后，他们才能出车派遣，他们不是同步的，这是很确认的事情。报案拍做文字的内容欠真关键的一句话，针对这点，新北市消防局回应讲，拍做文字的内容是恩恩因妈妈报案，双方通话内容拍做文字，其他甲双方无关系的内容都无收伫内底。也让恩恩因老爸是质疑讲，其他的县市只要是听到昏迷、唔知影人等等的关键字，就会随派车出动。不过新北市煞是坚持讲，爱收到卫生单位的通知了后才会派车。是安怎新北市的标准流程甲别人无共款呢？当时我们收治到这种危急个案的部分，那我们都会先通知卫生单位来联系收治的医院。那至于其他县市的做法，我们不了解。我们新北市还是依照中央的指引来做处理。我都要求我们的相关单位一定按照规定，全力提供资料给恩恩爸爸。新北市消防局进一步表示，4月份迄当阵防疫政策要是清零甲扩大酷热，受理报案的流程要先甲卫生单位做联络，确认倒一寡病院会当收治，才会当派车。嘛强调讲，并无影响派车的流程。针对这个事件，国民党团建议恩恩因老爸对192的无作为提出国赔的申请。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是提出加急动员令，希望议会变更议程，且校友议市长做专案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疫情高原期，即确诊了后，留病尾病人也变甲真侪。就一寡医生讲，一寡患者因的注意力不集中，喘气有困难。台中市卫生局也推出讲，这7、8月有病尾患者会来到高峰。详细了解患者的情形。根据台中营总的统计，最近这3个月，
都有20个较近的患者，该拄隔离了后的半年来出现慢性新冠症状，所以来互医生看，大部分拢有注意力无集中，还有喘气困难的情形。经过整合下科医师开药了后，差不多2-3届门诊了后，都有明显的改善。那以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倦怠来讲，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人际关系。那如果是一个以呼吸系统为主的症状的话，那对于运动活动就会比较有呼吸困难的情形。照卫福部的定义，所谓慢性新冠症状，嘛号做长新冠症状，或者是 COVID-19 急性感染后症候群，会有焦虑、郁卒、失眠等等注意力无集中、认知功能障碍、喘气困难、耳腔美化、心脏皮肤彩、胸坎痛、几个系统发炎等等的症状。因为中部要持续伫疫情的高峰，台中13本土确诊病例是6694例，甘若比高雄较少。目前已经有15间病院开慢性新冠症状整合的门诊。卫生局提醒，按照来看，这个门诊的人数，到7、8月时阵会达到高峰。在未来我们这样的人可能会蛮多的预计可能到7、8月都会达到一个高峰期那我们希望说，民众在感染过新冠以后，也不要掉以轻心。卫生局强调讲，到12为止，台中全职病床1378顶，有599顶会当用，其中大人加护病房109顶病床，剩9顶通用；也若儿童的23顶病床，剩5顶通用。目前医疗容量也是强要用到紧绷，呼吁民众都要持续掌握家己身体的状况，唔通大意。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民间团体调查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住院找看护困难度增加3成以上。为了要解决这款的困境，卫福部进前宣布，特别来执行住院整合照护计划，也就是由病院安排，互几多名病人做伙请一名照顾服务员来协助大家。这费用是由病人甲健保做伙来负担。上紧伫后半年就会开始举办。新冠疫情期间，一寡患者住院的时阵，常常请无看护。根据民间团体最新的调查显示，这段期间若找看护困难加3成，照顾责任也集中伫高一个家属。有将近8成受访者认为工作因为安尼受影响。为了解决这种的困境，卫福部进前宣布要执行住院整合照护计划，由病院安排真侪病人做伙请照护辅助人力，简称辅助，费用由住院的患者甲健保共同负担。住院的过程里面需要的这个照顾，比如说他因为疾病而不能自己吃饭，不能自己翻身，不能自己移动，不能自己如厕，那这个呢都由照顾的这个过程的一个辅助人力来协助这样子。照护师表示，辅助拢是有领证照的专业人员，除了到3工饲饭翻新者工作，还佫受过感染管控的相关训练。每一个病房需要照顾项目无同，聘雇人力原来无同，以急性一般病房做例。每一床大概的费用是1650块，健保支付750块，患者需要负担900块，大大减轻病患甲家属的经济负担。有一点速度太慢了，我们真的等不及了。所以今天民间的诉求就是要加快脚步，现在就做。通过那个3年的计划，我们希望期待在3年后全面性的健保给付纳入看护这件事就可以成型。卫福部表示，目前全台湾辅助差不多1.2万人，人力应该有够。今年以3亿试办这项计划，预定7月到8月公开征求试办的医疗院所，上紧下半年实施，让家属会当探病，毋过毋免阁烦恼陪病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药剂失当的问题是真严重。农委会走大省伫湘北地区推出着幸福便当，只要60块就当买到这会费的便当，一天限量1000份。不过有食物银行认为讲，这数量较袂地区，拢有可能影响到效果。饭啊，底碗配菜，拄烘的花卉直接铺起去，看落到底感觉真好食。农委会推出60块的幸福餐鸭，每天限量1000份。13开始卖头一天，敢若其中一个据点，短短1点钟就卖出超过400份。现在一个便当都要就是破100啊，或者是对啊，这个相对比较便宜一点。现在便当很贵啊，现在便当青鱼便当应该要160了吧？就是如果看到。是谁都会想买。面对通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平价但是更营养的选择。今天的主菜是台湾青鱼，那当然我们的配菜也至少有3样青菜，那每天都会做变化。
便当免100块，买去强强滚，工作人员真无闲，赶紧备料，赶紧煮，加花卉解冻分类，青菜切丝，使用全部拢是台湾在地食材，就是为了帮助国内农民甲渔民，更加庇护工厂合作，互因就算受到疫情的冲击，也是继续生存落去。疫情的部分呢，我们的营收变少了，那他们可能就会有无薪假的部分。这次的幸福餐盒呢，提供了我们很多的工作机会，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个工作。原来受到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物价起价再多层影响，全球机构的问题是继续恶化。为了落实零机构的目标，农业会才先对上北来开始推出平价便当，希望减轻少年薪水阶级甲弱势族群的负担。只是这款卖的模式是说到只只帮助到有需要民众。这样是不够啦，我觉得只会照顾到周边吧，真的庇护工厂周边这些人会照顾到。其他再没有办法吧。那幸福餐盒有限制数量，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也讲，见效无真烧，而且卖所在也局限特定的所在，种种因素拢可能互成效来拍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县政府当日翻修县立体育馆，不过这厝顶有真侪椅仔收。市政府虽然讲有替这椅仔搬新厝，不过效果真歹。背后团体也烦恼讲，这200多只拄出世的椅仔囝会夭死，就赶紧甲因送到这台东地上的保育协会。所以因为这椅仔数量伤过多，饲料和照顾拢是问题。台东县立体育馆为正经起好了37年来上大的整修工程。不过，场馆出外期，长期以来拢有椅仔做收，这么个拄好是因的换设期。工程单位为了要方便施工，又阁袂去甲因缴了掉，所以替因去新的鸟仔厝，甲因拢锁来食。不过发现真侪细只鸟仔拢死去，因为亲鸟找无家己的鸟仔饲，引起环保团队批评是生态浩劫。也愿动物保育协会来救这200多只细只椅仔，怎么有176只活来，也不过情形无啥乐观，需要饲料加电力。现在在繁殖季把小雨燕的繁殖巢除掉，那显然会造成雏鸟大量的死伤。整体来看的话，目前小雨燕收到的状况都是偏蛮脱水的，然后比较消瘦一点，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承办工程的台东县政府教育处承认这种做法唔对，公开道歉，也讲抢救这款椅仔所需要的经费甲电力，伊会负责到底。协助我们救援的野湾这个协会，我们非常的感谢。那相关的所有费用的支出呢，我想我们会全部来负担。环保团体批评讲，这款细只鸟啊，过一段时间就要离休啊，敢讲工程袂当搁稍等一下。台东县教育处讲，会伫这学期过了，调集所有学校甲园长管理员实施工程生态检核课程。未来的工程会甲生态环境保护列入重点的检核项目，袂搁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盐埔大前科技大学这校园内面是有真侪分教，这甲互师生感觉拢真困扰。这学期学校有成立一个无人机的分教研究社，训练学生考无人机的证照，用这无人机来赶分教。咱做伙来看卖。无人机豆豆啊飞上天，这栋大楼顶的粉鸟就连面全飞起来，伫天顶四界飞，至少有100多只粉鸟。大林科大这学期开始成立无人机粉鸟研究社，因上重要的任务就是用无人机来赶粉鸟。他们都会随便大小便啊，就会弄到地方很脏，或是好像学校最近就会出现那个割螨的情况，就是在学校宿舍的学生都会被咬到，皮肤很不舒服。其实大林科大校园一直受到粉鸟的困扰，上侪捌有2000多只。多媒体设计系本地就训练学生用无人机空中翕相，老师才想到会当试看卖用无人机来赶粉鸟，逐工早起下晡2摆，不过效果无介好。你一不熟练就会被鸽子撞下来。因为鸽子说笨吗？也是真的笨，他们会往无人机冲过来，被撞掉2台。第二阶段，阮会伫无人机馆顶放一寡像咧蜂鸣器，像老鹰的声音啊，也是用一寡较刺激性的声音，甲试看卖，甲惊。看会走伊袂吼。第3阶段呢，阮会用一寡像咧香氛的物件。为着要赶粉鸟，学校捌伫大楼用网仔、厨房也是去粉鸟寮，效果拢无好。未来老师阁要用7公斤较大台的无人机来试验赶粉鸟，若是试验成功，希望会当帮助其他有同款困扰的学校甲民众。记者邓家文、罗维做屏东报道。
台观众朋友来到云林看规模上界大的王船祭典，已经开始伫咧做纪念王船路，按算3个月后会当完工，希望透过烧王船的仪式，让国内疫情赶紧结束。慢慢啊，将红菱大轿开，用布头伫船只龙骨顶悬进行开补仪式，代表王船要开始动工，也祈求建造会当顺利完成。这个王船节啊，赶紧把这个疫情赶紧来远离，互大家呢，这三部落包括未来乡，这南投路游，啊，这先行大德啊，大家合家平安顺遂。由云林未了的中山定安宫主导，4年一考的王船节会由庄内3个聚落的角头庙联合举办，是云林县上大的迎王活动。规只王船按算要用3个月来打造。庄头3部落的王船节，一只真感谢因即届来共同来甲阮合作。共办会当带了咱地方的一切平安顺遂，会当保庇咱所有疫情会当无去袂除了延续在地传统信仰文化，主办方更加是希望讲，会当透过烧王船，祈求居民平安健康，将国内疫情甲灾厄赶紧送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县华庆安宫的博物馆目前正在展览苏俊英红仔剧团10周年的展览，除了有传统的布袋戏红仔以外，还有一寡外国电影做的角色，咱做伙来看卖。嘿嘿，大家好，我就是报马啊！除了甲妈祖做报马之外，嘛要甲观众朋友来报告。就是咱县华庆安宫啊，有这个苏大侠苏俊英的布袋展览。伫咧台南县华庆安宫博物馆，目前有一档苏俊英木偶剧团10周年展览，有传统的戏红仔，嘛有西洋式仿电影角色的打扮，对剧情的需要千变万化，表现出台湾布袋戏真卡的工艺手路。因为感觉即摆囡仔吼。遮侪人唔捌看过金光戏，但是爱看西洋的魔法世界。为什么？因为有一支魔法棒吼，会当变东变西，所以用无共款的媒介，互囡仔更较熟悉咱台湾的布袋戏，更加感觉讲哇，这个布袋戏遮尔奇幻啦。互人称作苏大侠的布袋团长苏俊义讲，即个展出的红仔有实际上过舞台演出的，嘛有特别请人设计。上特别的是佮拆解红仔头制作过程，对一块四角茶到粗胚定位，就是佮混过，逐步拢可见师傅的真功夫。为一块四角茶要安怎粗胚、顶五官、细胚、上底色、画五官、指法、造型的这个非常精密的几个步骤。真侪人讲哇，恁这红仔是毋是塑胶的？是毋是这个这用涂的毋是，伊是真正规块茶落去雕刻。庆安宫的布袋展览按算的一路展到中秋节，苏俊义讲，望透过即个展出，互戏红仔对台顶行到台骹，互大众愈亲近了解甲熟悉，嘛期待台湾的传统戏剧会当代代佮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县华的世界菜色中心，最近就检出到真侪菜色新品种，一寡品种拢是一寡会当对抗高温啊、病虫害的柑仔蜜、花仔菜，还有大同啊，咱做伙来看卖。岛中展出柑仔蜜、花菜、大同啊，还有咸姜啊，这寡菜色拢是世界菜色中心改良过的品种，唔但适合伫台湾的气候环境来种，佮会当对抗病虫，会抗得愈来愈烧热的天气。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一直致力改良新的、育成新的一些抗病啊，或是抗逆境的品系。像市面上可能是抗单一个病害，我们的是有抗可能2、3种，可能还要耐热。最近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上大雨、唱高温，也互病虫愈高生团，影响到农作物的成长。总部伫台南生化长期关心台湾农业环境的世界菜色中心举办交流会，发表因开几60档，含农委会研究单位研发的品种，除了会使适应现此时的气候环境，而且连产量也比一般的品种更较济。像这个品系啊，它的产量比较起来，在秋天跟在春天比较起来，都是比一般我们其他的试验品系来的高一点，然后它其实也比较早熟，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红色，然后其他的还是在绿色的状态。这届发表会也是含台湾的农民，佮国内的农业机构、研究单位来交流，了解这个新品种，就是5万种植的过程，会当减少使用农药甲化学肥料，来增加农民的利润，也互消费者食个安心。记者综合报道。
伫澳洲有真侪野生动物，所以真侪人甲因掠登去饲，却因为照顾了无妥当，常常甲因害死。另外，伫墨西哥，因为动物走私真严重，竟然有餐厅甲虎饲伫咧店家，吸引人客来交关。这只食甲圆滚滚，有一点亲像无尾熊的大熊，叫做温妮。几个月前，伊被送到澳洲这个野生动物庇护中心时，甲这阵活泼的模样，真正是天差地。Winnie's mum was originally hit and killed by a car. She was actually found by some people who did decide to take on the role of raising her themselves. She was actually discovered in quite a bad state by the time she came up to Bonorong. 庇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讲，有一寡民众看野生动物真古锥，甲因带转去厝诶来饲，唔知影讲这对动物来讲，可能是一种残忍的行为。譬如讲，有一户人家打电话来求救，讲因饲一只象拿袋鼠，可是歹食物件，因为想要搁再观察一暗看卖，结果隔工早时发现迄只袋鼠已经死去啊。保育员讲，每年大约有上百只野生动物因为相款的情况而死亡。I've been to so many training courses for all different sorts of species. It's extremely complex. If they don't go to a registered carer for rehab, as soon as they're found, their chances of survival are next to nothing. 镜头转来墨西哥，住伫这个生态保护区内底，只叫做佛利达的民间老虎，即阵恢复精神、真有活力的模样。不过，伊在2018年被发現，北伫墨西哥市区一間餐廳停車場內底，腳真會受傷，無法度徛起行路。De donde vemos que Frida se recuperó de la lesión que tenía al 100% y las condiciones que ahorita tiene, pues nos da mucho gusto tenerla de esa manera, pues porque ya no. 伫墨西哥非法持有野生动物，上悬会使处9年的徒刑，并可上悬15000块的罚款。不过走私动物依然真严重，加伫墨西哥市每年就查到150只到200只。佛利达主人原本该买来对餐厅做宣传吸引人客，不过后来却是无啥照顾，甚至有虐待情况。专家讲，野生动物无适合买来饲，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该生活在开放的所在。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这26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依然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